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耶利米书1章4到10节。我还是邀请会众和我一起来读出这段经文。经上记着说，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这是神给我们的说话。今天很高兴，关树人康尼弟兄在我们当中，很久没看到他，很是想念他今天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是耶利米的故事。我们把时间交给康尼弟兄。好，弟兄姐妹平安，早安。OK， 可以。这个衣服是漂亮吗？觉得知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台湾哪里？南部？不是，不算是南部。还有呢？有没有谁知道？这个是山地的居民的他们的很特别的衣服所以因为我在台南安地他的教会里面有2对是山地来的那个弟兄姐妹所以我说他们每次上台去那个诗歌的时候，他就穿这个他们传统的衣服上来唱诗歌、领诗歌所以我说很漂亮，他就送我一件我就带着他好像我就带着整个台湾安定教会的人来到这里跟你们分享这个神的信实其实早上起来我就很紧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怕我的国语说得不好，所以我很紧张但是感恩领诗的已经跟我说了，他说什么？不要惧怕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就感谢神，神就好像指着他就跟我说不要惧怕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先有一个祷告。感谢神，全能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我能够可以服侍你，感谢你拣选我来到你的教会、你的圣殿里面说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你给我能力，让我能够清清楚楚的能够讲出你的话语，也求圣灵感动在这每一个弟兄姐妹，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单明白你的话语，也要将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实践出来。我们谢谢你的带领，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好，今天的题目是耶利米的故事但是我讲他的故事之前，讲另外一个故事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期间，丹麦他被那个德国占领了但是当时的国王没有选择去逃跑，他就留下来跟当时的人民去一同共患难某一天的清晨他看见一个建筑物就挂起一个纳粹的一个旗帜他就要求当时的司令官说要垂下来但是当时的司令官跟他说
德国人不接受命令，只有下命令的但是那个丹麦的国王就对他说有一天有一个士兵一定将他拿下来那个司令官就说那个人拿下来的人一定给我枪打死的但是丹麦国王就说没问题，你就打死嘛，因为这个士兵是我这个士兵是我。但是没多久那个旗帜就真的拿下来这里我们看见当时的丹麦那个国王他的勇气他的勇气，他为了坚持他的原则为了坚持他的使命他没有管他有没有生命，他就很勇敢的提出来反抗反对或者说要完成他的使命其实今天我要讲的经文里面的耶利米先知也是在当时来说，他也是要很有勇气的去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很有勇气的很勇敢的去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所以我们说耶利米的故事他是怎么被选召的，他是怎么去回应上帝给他的选召在第1章第4节到第5节耶利米先知里面上帝就已经启示他拣选他的目的跟他的使命在当时来说耶利米先知犹太当时一个犹太的国已经在外面在对外有当时的巴比伦那个势力很强大他很快就灭他的了当时神就对耶利米说你要劝勉当时的以色列人说要投降，不要跟他们对抗但是当时的人就对耶利米说怎么说，你神经病不可能的事不可能的事所以当时在犹太的国里面，在面对外面是很大的势力他们是很痛苦的但是里面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里面也有很多人生的低落跟社会的腐败他们很多都已经离开神，转而去拜偶像所以当时的社会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公义跟不公义的压迫，所以上帝就呼召耶利米先知出来，他说你要做万国的先知你要宣讲审判的信息。所以神对耶利米说，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我已经拣选你。就是说没有耶利米，神已经知道耶利米，他已经拣选他。耶利米的拣选神的拣选是超越了空间，也超越了时间。还没出生，已经拣选了耶利米要他完成神要他做的事情但是当时的耶利米怎么回应他说我很年轻我很年轻，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其实他希望可以不做的没有能力但是上帝就应许他，你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就应许耶利米，我与你同在，我给你能力去完成我给你的使命耶利米所受的呼召他不但要带来审判第10节说他要拆毁，他要毁坏，他要倾覆带来审判的信实因为当时他们已经拜偶像已经要真的要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要拆毁他们拜偶像的一个不好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面对很大的压力当你看见从第1章慢慢看完以后，你就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不听他的不听他的没有人理会他的没有人理会他。可以说他去做一件什么
怎么说呢？注定要失败的事情，注定要失败的事情，因为没有人理他的，没有人理他的而且他又要建立，重新帮他们建立，帮他们栽培所以对耶利米说，他是充满了挑战他们充满了挑战，因为当时他们的人是不领情的也不顺服的，没人理他的但是耶利米没有放弃耶利米也没有动摇他就很勇敢的，也有勇气的去回应上帝的呼召，继续要跟当时的以色列人去审判，宣讲审判的信息这个就是耶利米当时的故事，他的选召他的回忆他的回忆今天我的故事，来到我的故事上帝怎么样去选召我，我也怎么去回应我可以说我是从逃兵到宣召真的我是逃离了耶稣很多很多年可能有些人有听过我的故事见证但是我是1983年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已经在一个营会里面举手说我要全时间服侍神。1983年40年前，40多年前，1983年但是我毕业以后回到香港，回到这个多姿多彩的社会，花花碌碌的社会，怎么样？完全忘记我就真的将这个呼召给我的使命，我就完全放下来。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我要走自己想走的路甚至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我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去教会，没有敬拜，没有读经，也没有祷告真的完完全全的逃跑完完全全的逃跑但是神就很幽默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在我的心里面搞就好像有一句他常常就好像搞动我的时候跟我说，你答应我的事什么时候做？还没做，你答应我的事什么时候要做一直在我里面感动他不是每天可能每半年或是9个月就搞动你，就让我真的很不舒服，里面真的一直做了逃兵做了逃兵20年20年，神都没有放弃我，但是他也没有惩罚我他就很安静的刚刚那个诗歌就好像很安静的等候我回来，等候我回转回到上帝的身边。到2003年，1983年到2003年几年？20年，我移民澳洲，也参加了这个营会当时在营会里面这个讲员所讲的讲到已经忘记了但是当时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间里面有个感动，有一句话进到我的脑海当中我等了你20年，现在有事情要你做，你要起来，我有事情给你做我等了你20年，现在有事情给你做其实我当时就好像耶利米一样不是我嘛，不可能嘛我甚至想过要离开你，为什么你还要拣选我，还要告诉我这些事情真的我的回应就是说，真的不是我，我没有能力去做，我没有能力去做但是神没有回应他就好像讲完这句话就完全安静，我就知道惨了我一定跑不了，跑不掉一定是这样虽然的心还是忐忑不安但是我知道真的跑不了所以我回到华奥浸信会我就参加不同的侍奉，我参加诗班，我参加小组，
參加我也被選為呢個總務幾十年前我就希望在侍奉當中去找神要我做什麼工作我也去讀書，我也參加呢個神學的證書課程，慢慢試試看，一科一科的去讀，看看我是不是真的是神選召的人感謝神感謝神當中我也去參加中信的，我去青山布道，跟着 Ken Ho 去了美國10多年當中真的有苦啦有開心，但是也有流眼淚的時候真的不容易做但是我們也是很努力的去做。我也參加那個中國的醫療宣教剛剛在外面也看見我很久以前放下那個書讓我走動醫療宣教他們是去荷蘭去幫他們做手術，他們的小朋友的腳正常是這樣走的，他們是這樣彎的我們就幫他做手術，慢慢1年、2年、3年，幫他做完手術，他就可以自己走動自己走動我有參加中國的醫療宣教感謝主，就是我從這些的服事當中真的去尋找神，他說要我做事，我也不知道做什麼事，我就自己去做不同的事，去看神就要我在哪方面要侍奉從中國醫療宣教回來，我就知道我要做宣教的事情等一下再講多一點我就知道我要做做宣教的事情感謝神我讀那個證書課程的時候，我也有機會讓我可以進到神學院裡面真的讀神學我也很辛苦的畢業，讀了6年很辛苦的畢業真的所以到2003年我就去了台灣宣教畢業以後2003年就去台灣宣教，從1983年到2023年幾十年40年，聖經有哪一個人神也是用40年等他，摩西也是用40年等他，神就用40年去等我去回應很多人都問我為什麼要去台灣宣教其實在我讀神學的時候已經有牧師跟我說台灣這個地方有需要我讀書的時間已經去了，跟我太太去了安定這個地區去看看是不是神真的要我去去完以後我覺得是應該是了我們就在那段時間我還在讀神學，所以不能去，我們就好好禱告到2019年我真的神學院畢業的時候，我再去1個月到那個香港的那個宣教士的教會台灣實習1個月，用我自己的錢，用我自己的時間實習1個月，真的看在那個地方開放布道的時候是否真的是神的旨意我也去了，也做了，也看了，覺得真的是真的是還有一個理由因為我是在台灣讀書我是對台灣有感情的，也是在台灣舉手我要全時間服侍好像就好保羅一樣就說我要還這個債，福音的債，所以我就選台灣回去好像我就是跟保羅一樣，我要還這個福音的債所以我就去台灣本來是2020年要去的，但是發生什麼事？疫情不能動，不能走但感恩神就帶領我去卡巴馬塔聖公會裡面做傳道人卡巴馬塔是什麼人比較多？越南還有柬埔寨所以我就在好像跟中國文化不同的地方去學習，去怎麼去跟他們去溝通，去牧養他們，這是真的好像就是神給我一個安排，去先好好的訓練我自己，以致我才有準備了才去台灣不同的地區
也是神安排。讲一个小的秘密给你们听。我去台湾读书，其实我是不想去，或者说不高兴的因为什么我不能去美国，我不能去加拿大，因为我家里没钱，只能去台湾。这个我想法但是神在我还没出生前已经选定我在台湾侍奉所以我现在回头一看，你就是要去台湾读书，就是要去台湾举手，就是我已经选定你了真的，我就好像耶利米先知一样，从还没出生，神已经选定了，神已经选定了，所以我就2020年年底嘛，差不多所有应该疫情都比较好了就开了嘛，所以我就跟那个卡巴马塔圣公会那个那个他们的管事他们说我要辞职了不做了。你说他们第一句跟我说什么？有没有猜到？没有好，你走了没有他说疫情最难过的时间，什么露营什么不能跑去不能牧养，最难过的时间都已经过了。你现在继续留在这个教会，很轻松的，很舒服的不用做什么事情，你就可以很轻松的过了。如果是你选择轻松的还是受苦真的，我就跟他说没有了，我的宣教的心还在，我还是要去宣教，所以我就跟他说我真的不做了我就真的辞职准备去宣教真的去到那边真的一个陌生的地方真的很难真的很难的感谢神因为做那边我要怎么讲呢？主要我去台南的地方，他们是講台灣話、閩南話我跟你講我唔知我唔知，即係我唔知道，我不懂得怎麼講還要學一個不同的文化，還是這個台南在高雄、台南、安地，再往上面就是台北，那邊的拜拜非常的嚴重非常的多，真的頭都痛真的很困難，很多的挑戰，文化的適應語言的適應，還要面對這個拜拜的攻擊，就是說屬靈的攻擊真的很困難所以就好像耶利米跟那個說，他要做拆毀，他要做破壞，他要做推翻的工作所以還要去傳福音建立栽培他們，確實面對很多的困難但是感謝神，我去到了以後我就參加當地的長老會我就參加他們的崇拜，他們現在的崇拜大概有30人，但是大部分都是老人家所以去年有短宣隊去過了去過了也看見當時他們怎麼去崇拜，怎麼去做感謝你們真的有很多的小朋友來參加這個聚會很好我自己到當地的時候，我也參加不同的社區，進到社區當中去認識朋友，所以我在圖書館當志工去認識當地的朋友我也去打球，跟老人家去打球，這個是地面高爾夫球所以跟他們聊天，跟他們打球，去認識他們，有機會我就跟他傳福音晚上我也跟他那個老人家坐在那個草地上面聊天，他們全都是講台語，我都全都不懂，但是我還是坐在那邊，為什麼因為突然間他會問你基督教是怎麼做的，我就回應他，我就回答他，在當中我就回答基督教的信仰。特別有一件事，7月5號當時是什麼事情？剛剛過去了7月5號日本預言日本是大海嘯，是不是當時我們聊天的時候，突然間有個老人家跟我說天國近了我說為什麼你懂得這句話他也說我不知道從哪裡聽來，我就直接問他，你知不知道這句話從哪裡來的，什麼意思
他说不知道，我就在这个对话当中，我就慢慢跟他分享这句话的意思，跟他分享基督教的信仰。如果你直接跟他传福音，他就很礼貌的拒绝的。但是在对话当中，你就可以跟他慢慢的分享，一点一滴的，一点一点跟他说。我太太去看我的时候，也去中间那个早餐店的老板，我们去吃早餐，一个礼拜大概去1次到2次，就让他认识我，我也认识他，就当中就可以有沟通，有分享，我也参加当地其他的活动，与当地的居民一起生活，我就是这样从我的生活的见证里面去传扬福音。去到当中已经2年多了，2年多，如果你要说有没有成果，对不起，要用数字1、2、3、4、5、6、7，没有0的，但是如果你说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仰是否认识多一点，是认着我也跟他分享，他对基督教的信仰是认识多一点的，他有些错误的观点，我也跟他解释了，解释也算是可以做到一点的事情，但是当中确实有些事情，有些时候我就是有点怎么讲呢？不开心弟兄姐妹给我奉献给我祷告，好像我一点事情都没有做到，里面是真的我自己对自己有点压力，不开心的时间，有点情绪可能低落的时间，但是感谢神，很多弟兄姐妹牧师也给我很多鼓励的说话，服事总是有风有雨的，有恩有阴有晴的，但是晴天一定多过阴天，恩典一定多过苦难，在没有力的时候在平淡当中，我要鼓励我保持心智，要我常常有感恩的心去为主做见证，有时候想再去教会里面推动一些事情的时候，总有搞动的，撒旦也动，当时他就鼓励我祷告，警醒祷告，求神保护，这些勉励的话、鼓励的话，都成为我的盾牌，让可以继续的往前行，继续的往前行，让我就可以，就好像耶利米，神对耶利米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就是带着这个使命我就去到台南的地方做开荒做布道的事情，解释我的故事，解释我的故事，我的呼召，我的回应，你们的故事，在座弟兄姐妹，你们的故事是什么？你们的呼召，你们的回应又是什么？上帝对耶利米有一个计划，有他的使命；上帝对我也有他的计划，有他的使命。其实上帝对每一个他所爱的儿女也有他的计划，有他的使命。上帝从我们还没出生之前都认识我们每一位，都将他的计划、使命放在我们的心中，放在我们的心中。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好像耶利米先知一样，说我太年轻了，什么都不懂，我不知道怎么做。或许现在都比较年纪比较大了，就跟他说我年老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什么都做不了，总是有很多推搪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神呼召亚伯兰离开那个哈兰的时候，他是75岁；神呼召摩西出来服侍的时候是83岁。
2023年我去台南的时候我是60岁，我就回应神的呼召，去到台南做宣讲，所以可以看见神不是因为我们的年龄，不是因为我们有口才，摩西没有口才的，他说的，不是因为我们有没有能力，不是，神是完全按照他的旨意去选召我们，去选召我们，所以而且他也说他的恩典和我们用，他与我们同在，他也向我们保证，他有能力，给我们，只要我们回应，我们好好预备，他就会给我们能力去完成他的托付，很多人说，哎，我不是呼召成为牧师、传道人，或者说宣教师，是，呼召不一定是这样，可能你是做后面的那个交代的，开开心心的，有新人进来的时候，你开心跟他交代他们进来崇拜，可能他下个礼拜也再来，这就是你的呼召，就是好好做好你的交代。你是小组组长的时候，神就安排一个小组的主人给你们去带领，给你们去给他们支持，你就好好在你的小组组长里面做好你的本分。我也知道你们当中有祷告的小组，你就好好祷告。以前我们那个南明圣牧师那个赵牧长，他说他去读神学的时候，回到教会实习的时候，有一个老姊妹跟他说，我没有能力去宣教，我没有能力做什么，我也没有钱奉献给你，但是我有口可以为你祷告，他就一直祷告到现在，那个老姊妹已经回到天家，那个我们的赵牧长梁明生牧师也说，他说他也相信那个老姊妹在天家也为他祷告，为他的侍奉去祷告，所以你们的使命可能就是祷告。我就按着上帝在你们心中里面的使命，就好好做你们的福音的托付。或是说，你就可能跑到那个什么 coast 前面不是有那个空地吗？我也看到有那个小朋友在有老人家在有时候你就去到跟他们认识他们，去到店铺 coffee shop，努力一点，一个礼拜去一次，他一定认识你。你就有机会跟他们分享福音，这个就是你们的使命，所以我们每一个跟随神的基督徒都是上帝所拣选的福音的仆人，我对我自己说，我只是一个工人，我好像就是出差一样，我参加了一个全世界的天国的大公司，我的老板他的名称就是上帝，现在他要我出差，去到台湾出差，你去还是不去？你的公司叫你出差，你去还是不去？我就说好，我去。我就是这样简单，不要想象宣教士很伟大，很有能力，不是，真的不是。我只是回应，好，我去好好做那个工人就好了，就是这样我很怕，哇，你很伟大哇，你很辛苦真的不是，我没有那么伟大，我也不是很辛苦，但是我的回应都是好，我去到台湾为你做工，做你的工人，就是这样简单所以这个斯托德里面给我们一个劝勉，忠心的守住他，积极的广传他，勇敢的为他受苦，如此我才能荣耀上帝，也必然深深喜乐。这是我们的使命，勇敢的传讲他，荣耀我们的上帝。在我总结之前我就先听一首诗歌因为每次听这首诗歌，我都会流泪的。
我们先听一段，跟这个有关，在医疗宣教里面有关。也是我们去医疗宣教的时候，我们的对歌、诗歌。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这是我去医疗宣教荷兰的时候，他们的对歌每一次我们玩了2个礼拜，侍奉的时候我们回去了，我们最后也是唱这首歌，送给当地的人听的就说那个做手术的小朋友，因为我真的很挂念那个做手术的小朋友，真的所以每次听我都很想哭我就真的他们也很感动，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真的将上帝给我们的爱去爱他们，第一年我去复试的时候做完了，我坐游览车回去机场，准备坐飞机回来，在游览车当中好像我就跟以前一样听见一句话这里有我的家，这里都是我的儿女，也是你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回来，再次回来带他们回家他们暂时不懂得怎么回家不知道怎么回家，你要不要愿不愿意再来带他们回家我就是这样跟他说愿意我就连续去了5、6年直到我全时间读神学，这个时间不能配合，后来中国也关了，我们不能去所以我真的很想念当时那些做手术的人，我不知道他们可不可以完成他的手术可以自己走，本来他们不能自己走的，我们上帝给我们的爱去爱他们，帮他们做手术，他们就可以自己走去上学，甚至结婚生儿子真的这是神给我的爱我没有什么能力真的就是上帝给我的爱我就愿意将这个爱传出去我们再唱一次下一段，可不可以继续
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深深爱我，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深深爱我，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利米他有他的故事，我也有我的故事。我相信神在你们当中也有神给你的故事你的呼召，你们的回应今天神继续的呼召我们为他做工，就算我们是软弱的人就算我们年纪大或者说年轻上帝都不是算这个，你愿不愿意为他做忠心的仆人、工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每一次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背这句的经文，这句经文成为我的信实，也成为我的动力。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就是工人去收庄稼，你愿不愿意？这里附近也有很多你的弟兄姐妹，但是他们还没回家可能他们不懂得回家你愿不愿意带他们回家，带到神的家里面，成为神的儿女？你愿不愿意带他们回家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并在这个世代里面你的事工上面，你的使命上面有份。主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害怕我们不敢以此或者说我们怀疑我们的能力，我们就找很多的借口去拒绝你的参与你的事奉。主我们就求你加添我们信心，给我们能力，也相信你的应许，你必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能够勇敢的去回应你的使命和工作。求你赐下你的智慧能力使我们在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在我们周边的环境当中去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去讲你们要我讲的说话，使别人能够回家，回到神的殿、神的家当中，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配，但是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自己。我们谢谢你的带领，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所以
愿你们都可以踏出第一步。只有踏出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神必定带领你，也一定走上目的地。谢谢。